2024年台湾设计展在台南，我们的主题是台南，当是未来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如何经由设计，然后带我们去寻找台南的未来。那其实我们这次在西市场这个展场哦，我们其实是要呼应西市场在过去的精神哦。西市场我们现在来看，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但是它在100年前在日本时代刚造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具有未来感的市场。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未来市场里面测一个展，我们希望在讨论台南吃跟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是在回顾台南过去的吃的历史、穿的历史，而是在分析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永续社会发展然后设计的手法介入之下，那吃跟穿可以有更面对未来的一些改变跟创新。这次展览的主轴呢，主要分为吃跟穿，为了台南做了一个 SFP 的品牌，就是 South Fabric 或是 South Food。其实这个 SFP 呢，就把食物跟纤维从溯源到设计产出的概念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那大家知道，其实台南是衣食同源的。比如说我们在吃虱目鱼的同时，虱目鱼的鱼鳞其实可以借由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提取，然后做成这个虱目鱼鳞的纱线。那像香蕉叶啊，像凤梨叶，其实这样子的植物性纤维呢，也可以做成衣服的原料。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呢，就是由台南的这个牡蛎的壳经过击碎之后，再重新制成的这个牡蛎纱。但是我们透过溯源的旅程，带大家离开台南市，可能到更外围的地方去看看，比如说虱目鱼的养殖啊，去看看白河的莲子跟莲藕啊。那我们再将这样子的灵感交给比如说料理人这个冰品的达人，然后制作调酒文化的这个 TCRC 的阿翔，借由这样子的跨域合作，其实把台南原本的不管是纤维的原料，或者是食物本身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透过设计让它拥有新的面貌。那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大家就可以购买到用牡蛎纱线做成的服饰，或者是你可以吃到全黑的芒果冰，那都是一个在游晃中了解台南、认识台南，然后重新对台南有一种新的认同跟想象力。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湾设计展是台湾的年度大事之一。那我们除了这个美术馆2馆，这个是中央择定的展场之外呢，我们台南市也把西市场这个活化，然后整修之后，成为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展区，两者互相呼应，而且距离很近，正好象征了这个美术馆2馆是最新的建筑，也是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式样。那我们的西市场呢，又是一个过去在1910年代成立的这个西市场，那所以说距离现在也接近100年了，所以说有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的地方，新旧互相辉映，然后设计展的内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看。那在设计展过后呢，这个西市场的摊贩即将搬进来了，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地方发思古之幽情之外，户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聚会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西市场。那从台湾设计展出发，西市场再现风华。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台南市8号的活动目前已经到了尾声，无包括台湾灯会，就已经投入12亿9600万元。议员沈振东伫市政总之前，除了询问活动有啥物效益以外，也检讨台湾设计展。伫大菜市的展览场，因为周边整建工程一延再延，比外界即个是急就章，所以要求工程要赶紧完工，而且要好好处理瘫痪的整顿问题。
台南市把系列对台湾灯会拍头阵以后，包括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以及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陆续登场，目前已经进入尾声。对此，议员陈振东伫总日巡就相当关心，开12亿9000外万，也未包括灯会活动，到底市场的评价如何？对此，市长回应有超过半数的古迹修复等有形甲无形的价值。从去年的全国运动会，当然那不是台南400，但是包括到今年的台湾灯会，还有文博会，现在的设计展，还有你刚刚提到的比较中小型的展览，包括体育展，这些部分是活动的。但是我们希望活动的办完以后，还是会留下东西，例如硬体的，像那个主灯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副灯哈，其他的灯也都散置在各地。那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办的经验。讲到台南市吧，议员陈振东主要是关心台湾设计展以大菜市的古迹为主要的展览场，就希望古迹再现风华。不过因为周边工程一拖再拖，真侪硬体拢也未完工，所以被外界质疑是急救章，所以要求市府尽速完工，嘛互摊商伫明年会当如期进驻。文资审议大会就是说一排就是一排，不要再种3排、4排、2排，就是一排。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幸好有台湾设计展，要不然我想现在是西市场这个一排的卖店，搞不好现在还没有办法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未来我们的就是讲，伫后边迄个阶段9月了后，头有4个到5个工班伫当中啦。当然是啊，这些公班那不都是因为了要台湾设计展，所以所请出来协助帮忙的吗？到了最后，市长进来的时候，还必须要就是所有的工人全部都要让开，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你不觉得说台湾如果没有台湾设计展，就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一排卖店去把它做展出？那你明年到底能不能够可以让摊商可以如期如实如质的回来？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有一间做电鍍业者，2当前工厂排放废水的水样送检验无符合标准，被市府依法处以罚金。即马搁伫上诉，议员郭清华伫总质询就替业者请命，伊认为这个案的抽验数据有问题，裁罚的金额无符合公平正义，敢是要害业者破产？议员郭清华伫总质询都来要求市府，不管是公办的上垃圾，或是自办的草乌寮等新兴的中卫区，一定要有远见来规划学校用地。同时嘛，替业者来请命，因为台南有电鍍工厂，因为污水排放无符合标准，加上都准则嘛有破损的缺失。被环保局处以罚金，要求限期改善。不过议员却认为是检验制度出问题，不是市府讲得准算，而且上千万的罚金，敢是要害业者破产。恁采水转去，恁若采业者采，本色一直甲恁讲，恁采业者采，恁中留一个标准出来，双方签名，有争议的时阵啦一个送第3会安那你安那会公证单位来公证，是安这个代志袂当做，互业者啦有当时恁验的，他们做的落差足侪，害业者甲恁跪，害业者面临破产。恁看完安尼做的我民意代表袂当互恁安尼做啦，市长检讨一下啦。是。你讲的议员所指证的是这个环保的这个污水的检验就对啊。对，因检验的啦，罚千几万啦；人检验的啦因家己检验的啦，罚几十万啊尔啦。因检验的数字啦20几%啦，人检验的数字啦5、6%啦，拢烧上用遐水啦。是安怎我知影，我来检讨一步。环保局表示，目前该案业者虽然坦承缺失，不过有关裁罚的部分也未定案，敢是千万的天价，也搁在上诉当中。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议员周家伟伫总质询指出，这南部县市拢被绿鬣蜥困扰，而且伊阁用惊世骇俗来形容咱台南市为保绿鬣蜥，
半冬来拢集中伫林德区的大甲里，占了5成6以上。所以这期到底这个所在是有啥物特殊的环境，才会掠到这么多绿鬣蜥？要求爱进一步研究，甚至成为全国模范区。根据了解，台南市今年到达掠绿鬣蜥的数量达高达10705只，打破历年纪录。嘛，互绿鬣蜥繁殖已经影响生态甲作物的危机，必须关心。对此，议员周家伟伫中职村嘉义市府半冬来委外掠到统计发现，今年台南拢集中伫林德大甲里，到底厂商有啥物撇步伫遮移除？当地各有啥物款的特殊环境？要求市府进一步研究，检测当成为全国模范区。就奇怪了，好，绿鬣蜥怎样？每个月固定在仁德区大甲里办会员大会，然后会员大会的邀请函都不小心被你们厂商知道，然后都去那边进行大屠杀，所以绿鬣蜥都在仁德区大甲里都杀得到。奇怪了，1到6月总共抓了4815只，有2705只在同一个区的同一个里面抓到。局长，你没感觉这个数据就奇怪吗？我跟议员报告，我听到，谢谢您的这样子的抽丝剥茧。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财政部的那个抽奖，怎么都老是同样的人抽奖中。对啊，我就很疑惑，仁德区大甲里4815只，他抓到的比例占了56.18%。好，我善意相信这些绿鬣蜥都在那边被抓到了，所以我就想知道绿鬣蜥是不是就爱住这里？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局长？绿鬣蜥比较喜欢在那个像我们那个湿地河边那一边在游走比较多。啊，真奇怪，拢敢若伫迄里，啊，唔着这绿鬣蜥拢足巧，知影过马路个白里啊，都还无要过，大家拢留伫遐红台。市长会长今日以财政部发票抽奖中奖人中户得奖为例，来形容掠绿鬣蜥拢集中伫林德大甲里的反常，嘛等于认同议员伫中日村以惊世骇俗来描写绿鬣蜥，参像咧开会员大会集中被掠，不管敢是考试，都要求农业局进一步了解。台南新闻阮自林银光采访报道。安南病院近年来引入 AI 辅助，提升医疗照护品质，并且甲中国医药大学、成功大学合作开发透析血压管理系统，运用 AI 技术，及时监测甲预测患者伫透析的过程当中血压变化，使得医疗品质大大提升。安南病院医疗品质中心主任林宣明表示，透析低血压是西药剂患者常见的危险并发症，若是当及早有警并处置，有助大幅提升病人的安全。面对全球医疗能力抵欠挑战，善用新兴的科技，未变成维持优质医疗服务的办法之一。这同时也是安南病院导入发展智慧医疗的目的。近年来医疗人力的缺乏，以及我们人工智慧的进展，因此我们安南医院借由我们中医大的资源，以及结合在地成大医院的国立成功大学的资源，我们在医院里面开始根据我们的资料来设计自己符合在地的一些AI 的工具。那透过这些工具呢，我们有效的能够降低同仁的负担提高我们医疗照护品质。那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医院的这个成本，提高营运效率。那这几年我们透过导入这些工具呢，有效的达成我们上面的3大目标。那也借由这一次我们的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些资源的爆发，我们后续也有很多的专案正在进行当中，也希望未来能够真正能够达到以病人为尊、以员工为重、以医院为荣，我们医院的3大的价值。目前安南病院已经成功导入多项 AI 系统，除了有透析血压管理系统，还有包含 X 光智慧判读、智能骨龄辅助诊断系统、智能心电图分析系统等等，大幅提升治疗效率。另外，为了让民众嘛当享受到 AI 早来便利，安南病院开发健康来客问 ChatOPT， 整合病院现有卫教资源，提供24点钟卫教咨询服务，让民众会当随时得到正确医疗保健资讯。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
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位伫安南区的鹿里门天后宫，信徒海内外拢有。伫30外档后，庙方再次主办妈祖姊妹会以及7条祈安4号法会，邀集各界奉祀妈祖的友宫，上青尊的新名举办万人点灯仪式，做伙为台南也为台湾来祈福。结合台南市府城甲全国各区服侍妈祖的庙宇大会师，超过2000尊天上圣母，拢聚集伫鹿里门天后宫。今年兴逢台南400嘛，互30外档后再次登场的妈祖姊妹会特别有意义。9号暗时伫祈福法会进前，市长夫人甲侪贵宾面带拢到场，共同见证万人点灯仪式，嘛为台南、为台湾祈福，场面相当盛大。点灯。前2年能够姐妹会山海情姐妹会哈，这是非常盛大，而且今年先预告一下会更盛大。我们期待这样子的姐妹情姐妹会能够延绵长，能够千百年还能够继续下去，这是我们当西社妈祖的囡仔期待的代志。祈福活动除了延续国有宫100年的情谊，现场参与点灯、手提灯火民众更是抱着满满的祝福，因为这几摆风台和台南的冲击降到上低，认为就是妈祖等宗教信仰的力量。我相信妈祖会选择伫30档后，伫今年搁来举办着咱这个妈祖姊妹会的7条咱的礼道法会，绝对是希望会当保佑着咱国泰民安，咱所有的人民会当更较安定，咱的生活会当更较好。这2届这风台啦吼，会使讲对台南市孙来讲非常拢会少，啊，咱嘛拢归功于讲吼，啊，咱拢有因为台南拢是开基开大的这个寺庙吼，啊，咱这个新尊哦，咱嘛讲咱这个新尊有较兴啦，啊，当然咱嘛是相信安尼吼，所以咱心目中拢有咱的守护神，啊，像迄个妈祖就是咱的守护神。活动现场包括现场角色、国家团精彩演奏，以及所处中兴宫天主文圣的南管高等献礼，拢互大家印象深刻。希望妈祖慈悲的大爱会当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2015年联合国宣布2030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 SDGs。其中包括循环经济、深化健康等17项的指标。台南省官学代表特别邀请5位日本的学者来举办永续发展交流论坛，希望台湾、日本两地合作，共同为健康台南尽一份心力。由台南市政府、台湾 SDGs 协会以及嘉南药理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永续发展交流论坛，特别邀请来自日本和工大学等5位日本学者出席，都希望针对健康、医疗以及环境所面临的挑战，会当亲力交流学习。会中双方除了互相赠送纪念品，希望友谊久久长长，嘛共同完成 SDGs 的17项指标拼图，为台南健康城市尽一份心力。希望我们每一次的论坛都能够将这个所有的17项 SDGs 目标达成。我们将透过跟日本伙伴的长期合作，台南市将持续强化在地以及国际间的 SDG 交流。我们将致力建设一个健康美好的一个城市。台湾跟日本有非常多地理环境、人文、文化、科技的
发展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双方的这个创意发明跟科技实力以及执行的经验，这个是我想非常重要的。也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做这个交流啊，我想大家可以触发非常多的这个 idea 出来啊。据了解，今年淡市不止得到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轮代重新发展奖，在晚间天下杂志的调查当中，在全台湾社会福利部分嘛摕下第一。所以透过台日双方的对话合作，为台南的健康城市发展提供更较侪参考甲启发。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南方创客基地将传统的成果展转型成为一场融合生活加创意的生活节，为11月9号开始展开为期1礼拜展览。活动包括系列的讲座、工作坊甲市集，要让民众体验创新的无限可能。南方创客基地职创生活节9日正式开幕。今年以南方岛探险营为主题，结合露营的策展概念，在台南文化创园区举办1礼拜展览。整个展览除了呈现基地1档以来的创客作品，也规划系列讲座、工作坊甲市集。目前就是一个鼓励自己创造、跟自己创业、跟自己发想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创客的精神，把所有的作品让民众都能够看到。那今年的主题比较特别，是结合了一些露营跟乐龄的概念。我们希望说，在一个越高龄化，或是说我们越能够走出来，任何一个行动不便者都能够出来的时代呢，给他们更多的辅助。更多的创意的协助，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更提升，所以有这样一个今年竞赛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基地今年的课程以影像环保甲露营为主题，教导校员创作互成长者轻松露营作品。总共有50名学员作品参赛，为当中选出前3名甲3位优选作品展出。现在高龄化社会就是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了。那我们希望能够让银发族呢，是能够有一个友善的露营环境，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隐私且就是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设计。之后我们还有结合一些科技，就是现在人脸识别装置，还有一些神经网络计算、物联网的技术，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技术的整合，让整个露营设备是能够科技化的。我们原始设计是要给银发族，还有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那有这个转盘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坐在上面或站在上面，就可以直接从比较低那个地势不平地方直接进到帐篷的门口，那它比较可以平稳的进到帐篷里面。那我们之所以做2个呢，是因为我们的预想是一个转盘就固定在。一定会在这个帐篷门口，一个一定在地板上，就确保说，今天你不管是要从帐篷里面出来，或者从外面要进去帐篷里面，你都一定有转盘，不用再做个呼叫或等待的状况。得到金奖的作品是这款专门为单手操作者所设计的衣架，使用者只要3个步骤，就会当轻松完成披衫的过程。作品叫做快可以，它是一只单手就可以操作的省力衣架，它只需要3个步骤就可以把衣服挂起来，就像这样子，只要一压。它就可以卡住，那衣服就会撑起来，就可以挂上去。那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让很多单臂者受伤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松的透过一只手，然后可以很方便的快速把衣服晾起来。这样。这出展览也结合 ESG 议题，多数展览品拢是利用回收材料，再经由创客创新卡司打造而成，实现了资源再利用的绿色环保概念。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没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释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用水不浪费，滴滴皆珍贵。节水1小步，永续1大步。游水心头猜，大家来秀水，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一点一滴省，全民齐节水。节水因为密，用水有效率。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释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释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没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释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